後來，這間發生大火的西北大飯店，當時是找真出名的藝術家王水河親身來打造。這個裝潢是真霸氣，是不少大頭家甲政治人物聚會地點。全盛時期，閣捌邀請已經過身的歌手鄧麗君來駐唱，轟動一時。隨着這場的大火，嘛再度來勾起着老台中人的記憶。挑人的厝，互餐廳看起來就感受到空間真舒適。伊阿都攏是用茶來定做，配合幾何度的水晶燈，整體來做設計，展現專屬優雅的氣質。另外，閣有日本式的包廂，地板是用高級的榻榻米，壁面是釉綠的浮雕作品。這是台中西北大飯店1966年開幕的當下，氣派的裝潢，佇咧當時當講是行動專台的珍貴建築。外觀的新穎前衛設計以外，它內部的這些挑高的空間，那些裸女的浮雕，在當時真的是蔚為潮流吼。飯店的外觀內部設計，找藝術家王水河來做設計。飯店主打高級料理和音樂廳，內部的裝潢和主人是真有面子，是當年政商名流接聚會地點。音樂廳甚至閣捌邀請傳奇歌手鄧麗君來駐唱。他們邀請到非常多的，包括鄧麗君、鳳飛飛都曾經在這邊駐唱。這裡是當時台中最著名的政商名流出入的一個知名的飯店吼。市議員江調國細漢的時就住佇咧飯店對面，伊講當年鄧麗君閣甲這間飯店的高級日本料理餐廳駐唱是真轟動。對506、0年代老台中人來講，西北大飯店就是高級娛樂的代名詞。當時飯店慶祝周年，閣找菲律賓天才合唱團特別演出，就連元旦慶祝，嘛邀請日本富士電視台基本歌手金牌魔術師帶來演出。當然名氣啊，以前哪有什麼飯店有歌廳？還是蠻風光的啦。北市台中上界繁華的娛樂核心，西北大飯店是有歷史的老建築，有頂一輩青春的記憶。那當年黃金時代職業歷史，一晃就是20-30年。想袂到一場大火，無情攏甲燒掉，互台中當地人敢來當透過老相片來懷念。